像当时的鸟只，飞袂行，敢讲是阮的命？故乡的山，永远拢徛你遐，阮的心只只有讲予山来听。 来到故乡的海岸，景色永远拢总无变化。当初离开时为啥？你若问阮，阮心肝着疼。 阿母惜的囡仔，上好命，唔通单身讲要来这阿母大，阿母啊已经无你遐，哭出声无人晓。 我起来，我起来，还咧困，还咧困，还咧困。物件收我转来。夫人啊，夫人哦。阿文啊，你带富贵来这创啥啦？哎呦，你这死查某谁搁你带哈？我咧甲你讲，你无听人笑，你头拢袂应。你爱写创啊？ 无啊，你是啥啊？我咧教是阮家查某囡仔，甲你什么关系啊？月琴是我的查某囝，伊也无做毋对代志，你哪会安尼对待伊？哦，原来你是月琴的安尼啊？伊即摆已经袂阮死来做查某囡仔呢，我要安怎甲教死？你有啥物权利通管啊？我安怎做事？你嘛收过分咯，但我对你无客气。你遮尔爱管遐事啊？我是乌爸的好朋友啊。 即摆乌爸无伫，因母仔囝代志都是我的代志。好朋友，安尼我知啦。乌爸死啊，因某就变你的嘛，所以我囝的代志就变你的代志嘛，对吧？你可是讲表面头前，你若甲后爸讲话，一定报应。我哪有白讲？谁知你两个什么关系？夫人啊，莫插这笑咧，咱来等。行。等下，有通啊？我问你一下。 乌爸在生的时阵，是甲因老爷借30钱，还是3000钱？当然嘛是3000钱啦，安怎？3000钱，真是3000钱？你唔相信？啊，咁就讲我等去摕照条来，互你看哟。唔免，乌爸都已经死啊，死无对证，谁知暗中变啥物鬼？你明明是要白布甲我捏到乌，啊你倒会晓讲乌爸死无对证啊？ 你讲我暗中有法度变什么鬼啊？哈！好，你若讲你无你变鬼，你就当土地公庙面头前就抓，你若敢就抓，我就相信你。就抓！你唔敢就抓哈？你明明就心肝有鬼嘛！你是要伤过分哦！我万总管若敢就抓，你是要安怎？你若敢就抓，从今以后。 我袂阁干涉我琴仔伫因兜做查某囝的代志，顺手我亲身打水去因兜洗门风。好，这是你讲的哦。万总管，就算互因听，紧来啊！人家招都招嘛，我谁唔敢招？天在悬，地在低，在面头前只有抓的是我万全啊！我若有暗中伫咧避鬼者，我甘愿。 阮兜规个遐死了了。安怎？我已经收过啊，无会通讲啊哦。算咱较衰啦，
来拜拜吼，拄好只无水准的人，行来转来。你都会记你讲的话哦，爱打水来阮兜西门风下。行啦，行，国琴，国琴，哪有在洗？国琴，哪有在洗？气话，国琴，国琴。你过来要创啥啦？好地先生，你要去倒啦？我要来去天庭啦。你想要去创啊？也算唔知吼，有一个叫万全啊啦。伊也敢当我的面头前当遐咒蛇啦，讲什么哦？伊若有暗中伫咧闭关哦，伊甘愿规家拢我死了了。这件代志哦，我即摆要来去禀告玉帝，叫伊派幽神哦，详细调查一下清楚。假使伊若讲真是暗中有咧闭关哦，伊拄则咒蛇的哦，就按照咒蛇安尼行啦。也若无哦，死到啊，我对凡间的百姓是咩交代？对，我嘛拄好要去天庭呢。我当你是要创啥啦？爱考个爱对咯。对，讲啥？是迄个邪社，伊为富不仁啦，伊去甲人收残赃，竟然逼死对方的。我是要去禀告玉帝，正义好落手啦。对，这爱报，这一定爱报。那咱做人来去靠谱。是哪位？你哪位啦？多啦，你是哪？哈？啥物人？夫人啊，你莫搁甲拍啦，安尼是叫你拍死呢。无你的代志啦，你啥物边仔去啦？夫人啊，我是带伊转去看因老母，你若要拍吼，拍我啦。阿伯，这个代志甲你无关系啦。夫人，你咧拍我就好啦。哦，阿文啊，原来是安尼啊！我想讲这囡仔遮细个汉，哪有遐尼大个本事？就是努力咧闭关哦。无啦，阿文啊，你伫阮兜做20年的长工啊啦，我是倒一点咧亏待你啦。你既然吼，搁食我来洗我外，哈，搁使两村民来对付阮，你爱讲对？无啦，夫人啊，我无这个意思啦，我是干那带我金妈转去看因老母尔。好啊，别解说啊啦，把我款款就好走啊啦。夫人啊，拜托一个。唔是我无带念情分啦，是你家己做唔对啦，我无法度替你讲话啦。我金啊，我金啊，阿伯以后袂当踮身边甲你照顾，你就爱家己照顾你家己，知影？阿伯，你莫走了，你若走，以后有人若拍我，就无人为我。我金啊，阿伯无走命，你知无？阿伯，你莫走了，我阿爹已经死啊，我娘搁无来找我，你若走，我以后是要安怎？我金啊。我去了。阿伯若是找到固定的所在，阿伯一定会等来看你。你就爱乖乖，家己保重你家己。你知影无？阿伯，我不爱了，我不爱了，你莫走，你莫走啊！我去了。阿伯若是找到固定的所在，阿伯一定会等来看你。你就爱乖乖，家己保重你家己。你知影无？阿伯，我不爱了，我不爱了，你莫走，你莫走啊！阿伯，阿伯，啊，你问是咧创哪啦？唔通安尼啦，光头白你等样看你要怎？但你是咧惊啥的？这阿文都已经互我赶出去啊！即摆世界内底所有的大大小小的人，拢是我的人啊！免惊。
免惊咯。阿文甲徐阿霞是自细汉做伙大汉的呢，等徐阿霞若倒转来，绝对命利用去找阿文倒转来啦。伊假，你若坚持安尼做，连伊我说甲好处。你免踮遐讲大声话，你唔通袂记哦。只摆伊还阁是头家，你是新郎，你是凭啥物自己人赶出去？到时什么人才是真正的头家？迄阵你就知影。哦。我发誓。阿文呀，我今仔咧。我今仔都无转来。是毋是世界的人，我还回转来看我？阿文呀，阮外今仔在世界有风拍，有风猫，你是毋是会当带我去偷偷看阿琴？我嘛有世界人死头路咧。我发誓，这钱吼是我伫迄个世界做长工20多年欠的，你收起来，后摆哦，通好烧天哦，甲我欠仔赎身，好。袂用的啦，我较需要摕你这个钱，后摆你是要安怎生活咧？我家己一个人尔都，我家己一个人会把就规家会把，你唔免烦恼。哦，我欠仔代志较要紧，这个钱你烧天。当然，甲赎身较要紧。真好意思啦。无要紧啦，我琴仔都敢若像我的查某囝同款的，我若会当替我琴仔做淡薄仔代志哦，我就感觉足欢喜啊！来，收起，收起。阿明，真多谢你。他莫讲谢谢咯，当无我失礼哦，失礼哦吼。阿文兄，阿文兄，你打算要去倒位？也无一定啦，我是想讲，找一个所在先住咧吼，也绑一寡肉粽来去市街附近啊遐卖，做淡薄仔生意咧，凡事有机会哦，通啊看到我琴啊。我看安尼啦，假使吼，你若无去用阮这草厝啊，无你就住落来啦。飞伫外间的房间，伊即嘛空空对无？你用咧困伫遐。安尼就歹势你。袂啦袂啦，我知影讲吼，你真照顾外琴啊。我相信外琴嘛知影讲你住在遮，一定足欢喜的。搁再讲，咱嘛用互相照顾，有机会我嘛会碰到你的福气，去看外琴啊。无，好啦好啦好啦。小肉粽哦，小肉粽，肉粽哦，肉粽。小肉粽，肉粽哦。小肉粽，肉粽哦。小，我叫，阿娘，安尼嘛足想你。我琴啊，见面是欢喜的代志，是安怎来咧悲伤？阿伯，你哪会伫遮袂捌？我即马就住伫恁兜，甲恁阿娘吼把肉粽出去外面伫卖了。即马逐工吼，我嘛会当带恁阿娘来看你，顺便吼买一寡好食的物件来互你食。真是嘞哦，阿伯，奶奶，你要替我照顾阿娘，袂使互伊受艰苦哦。这你也着佫讲，你唔免烦恼，我会替你照顾恁阿娘。阿琴，阿娘甲阿伯会通来趁钱，总有一天会趁足多钱，甲你赎回倒来。你家己着要较忍耐，知无？我知啦，阿琴。阿娘。
老爷你倒来啊？阿文呢？叫伊出来甲点粉。阿文叫夫人赶出去啊！啊？以前啊，哪会叫夫人赶出去？阿文做唔对代志，叫夫人赶出去。这边哪会用的啦？阿文甲我签30年的长工契约，时间都还未做满呢，要哪会用放伊走啦？夫人呢？这我唔知啊。阿英啊，开门啊！阿英啊，开门啊！这嘛差不多。是啊，开门啊！阿英啊，开门啊！看做这袂叫袂什么代志。好，今日我互你看到啊吼，我着老实甲你讲呢，省得以后较免费开啦。你讲这什么意思？我讲啥你听无？我老实甲你讲，我甲阿玲啊后来暗去已经6年啊啦，啊，即摆互你知影，出在你啦！你这个精神你啊，你给我死出来！哼，这地高情绪不如禽兽，这个见笑哎呀做出来，我今日绝对无放你耍啦！来人啊！将万全甲绑起来，吊在桥顶，用猪头白骨讲甲互伊爱白救母。啊！你要叫用丝啊甲我绑起来，要用猪头皮甲我讲，请你来，甲万全绑起来。动手啊！你是臭耳人是无听是？你唔是臭耳人，是头家换人。你讲这句是什么意思？是啊是啊，我坦白对你讲，你先把所有的田农厝地，已经是登记在我的名下，你之前所有的现金已经伫我的身躯啊。即马世界所有的物件拢是我的，连富贵都是我的囝。你这去死啊！赢起来！是，啊，好出去！是，我放开，你给我放开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搞放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呦！哎呦！开门啊！开门啊！你给我开门！开门啊！啊！你讲咩？这你不应该当天来发生在我的身上，啊！你是若无法救救我，你讲咩啊？你我一个安怎你哦，一世人用心计较你设计行害怕，想袂到讲你嘛叫人设计去一世人，这就是天理昭彰，报应半点无差啦。就是安尼讲，歹代志做一大堆，该记唔检讨。即马一个报应到，这内底怨叹天公伯啊！哼，讲甲人家世间人了然啦！我不管了，我不管了，开门啊！开门啊！我不管了！这嘛袂用怪天公伯啊！这害我家己做进来，拢是我唔对，拢是我唔对好乖乖个，来叫阿爹，叫阿爹，乖，对对对，我才是你真真正正阿爹哦哈。夫人，万总管，你也叫我。什么的万总管？以后叫老爷。你是咧坐安那？老爷你也免叫啥？哈？老爷。来，老爷，我交代你，以后小少爷咧，交代你要好好照顾好，小心细致，有听到无？安尼咧，我就好好守你，
假使少爷若死到惨，你赔了第二案，知无？知啦。知就好啦，我等下要来土地公庙拜拜，你去准备物件，跟我斗阵去。是。行较紧的啦，无路用。前阵啊吼，阮迄个万全啊有来救抓啦。啊，人咧讲吼，不底食无做，实在迄阵啊，我嘛唔知影讲真是安尼啦。我是讲希望土地公伯啊，这救抓就安尼做下去，安尼无准算安尼好无？吼，拜托你啦，土地公伯啊，拜托拜托。你讲有算就有算，啊无算就无算。哼，天该哦，后遐尔好康的代志。呀！贱婢，我今日都互你死！不但要甲你踩死，连你迄10天的计划都要互死！死啊！死啊！10天的计，啊！你去走去，莫走，莫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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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，你们！爸将外婆，爸将外囝，外婆无囝，你也没想要有某囝。来呀！少爷生病了。好贵，卖钱好贵，我去了。你听你。你讲，大代志发生什么代志？以前迄个老爷从武林开始啊。是啊，现在富贵来了，啊？伊哥哥要抬少爷，我就紧走转来。原来就是你，就是你这死查某鬼啊！阮囝才会变成安尼，都是你害！你也陪阮囝的命，你也陪富贵的命，你也陪富贵的命，你死！陪富贵的命，我陪你先出场，放屁！放屁啊！你敢放屁？你死！快去啊！我电话没已收听啦，我来救伊。阿妹啊，阿妹啊，开啦，做事啦，阿妹，我去，我去啦，我去，我去啦，做事啦，我一定是你先开，别甲我阻止。做事，你甲恁讲，你听我讲，想较开咧啦。人哋讲哦，生死有数啦，咱是嘛搁逆向天书呢，安尼吼程度哦，对咱嘛真不利啦吼。想较开咧啦，想较开，啊算。你放开都完事你，你这一定要做电话给我给我用。是安怎？现在，参见观世音菩萨。造型，你看，伊是啥？月琴？无错，龙女就是月琴，月琴就是龙女。观世音菩萨，这到底是安怎一回事？造型，龙女因为犯了天条，被罚下凡转世受苦。你叫做月琴啊？
唔插我。恁祖妈咧甲你讲话，啊你真大胆咧，伊拢面咧。你是咧土白甜？我为了看你讲假气无哈？哈，你真有个性了，哈？你给我听清楚哦，以后吼，你就是阮家查某囡仔，我就是夫人。你若无乖乖听我的话，你就无好日子过，知影无？抱歉嘛，较紧的甲夫人讲知影，甲讲知，甲讲知。我都唔相信，讲无我就甲你压落底。来，啊，你洗澡好贵啊！一副来大大洗洗衫，你拢摕来洗，啊，干那我的衫你都无要甲我洗。我嘛唔知你会使爱洗。唔来，你别来讲一句啊！你来甲要应吹应记，你来遐尼咱搞面改，你现。今日我若无互你一张啊粗巴，你唔知影我万总管是甚物款人物。你来听，我再解释。来，起来。因为一两神心，救了你所化身的病痛，只有因果，所以将宝赎罪提前归位，免再受地狱之苦。哦，原来就是安尼哦，莫怪啦，莫怪我做了后，伊拢唔肯出来做证，来解救着这月球哦脱离开迄个苦海。这早就天就已经定数啊。但是安尼讲起来，我实在做计谋的，你才应该说，罪过。造是你是对一两神心因素，何罪之有呢？就是我伫进行伫还家的时阵，多谢恁的照顾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现在用汝随本座为指定人，用我这。阿弥陀佛。啊，一切代志哦，拢总化解，大家哦拢总平安顺遂啊，吼。好点正是啦，你捌食过仙桃？我听人讲哦，若食这仙桃了，就会当金光强强滚，这道行增加几落百。敢食这？当然嘛，真实的。你敢捌食过？喂喂，当然嘛是捌啦。有一摆啊，我土地公哦，当这悬竿哦表现了真好，玉皇大帝就手术我，专工甲我安排当这仙桃大会啊，安排当伫上马位。当面安尼喷，我着吼去分着一粒细细粒仔的仙桃咧，我着手伸去，安尼轻轻啊甲伊摕起来，嘴掰开，安尼细水啊，豆豆啊卡落去，有够赞的啦！好点正是啦，假使我若是拍败去做，是不是嘛是有机会食到这仙桃啊？机会真少啦，就是讲哦，嘛无讲完全拢总无啦。好点正是啦，有人咧去洗澡，我要讲你转来去看卖啊，好。笑想要食仙桃，你哦真拼咧啦！讲真来讲，少年人哦，安尼家鼓励一下，安尼也是好。安尼嘛唔对咧，这算起来是我的管区内，也无人起身厝边有啥物新走卡，这就有够古怪的。这大只只有一间破厝啊，哪有人咧起走？这啊，这么生走，嘛算拢是走。
好啦，为着讲哦，好歹拢爱照常记录，我俩来去看看。地宝，等来食饭啊！好啦。阿娘，我要放药。喂，囡仔，你咧创啊？喂，囡仔，我靠，地宝啊，你先创啥啦？我放药啊！你那个火警用我去，你哪快啦？我给你打死！你哪个放药喂？啊！赶快来这里！你哪个放药？你哪个放药？一直拍！害怕！你甲火警用我花，你是要资本啊？你老爸也无良心，连你妈你误认我，我讲就是你这歹命相，我讲你这歹命相。阿娘，别搞我啦！我反正我等去大厝走到这就好啊啦。阿娘，你莫搁哭我啦！你们我囝是不是有啥物冤屈啊？你宝，拢怪你阿爹无良心，无代无志，甲咱母囝放散，咱家应该就这歹命，咱家就这歹命。你讲咩啊？你无目睭啦！你讲咩啊？无目睭啦！你莫搁哭我啦！我勇敢啦，阿娘。奇怪啊，是。哦，管区有代志，伊搁困下去哦。我甲叫起来是袂使。但是孙某阮原来是你哦。这老尾哦，唔知死活，我上班时间我踮咧所在，困到遮尔啊路面。对啦，孙某讲头拄仔你等下讲，还是发生。嘿，无你造成的代志，你掂唔掂？莫讲话。这什么味啊？哪会遮歹味？这土地公庙，哪有这遮尔歹味的草料酸味？那有啦，可能是你的鼻仔有问题啦。我的鼻仔有问题？哪有可能？你这老伙仔哦，我把你创你一个袂使。啊！你这造型哦，你知影做无意思呢？啊，我咧困哦，你安尼样做我尻川。唔是我哦。原来是孙悟空啊！啊，你来这是有啥物资格？拄只哦，有人伫你管区内面哦，伫骂叫皇大帝，啊，天天搁等你讲，等甲这么大声，啊，你拢无听到哦？敢有？伫我的管区内面哪有可能啦？哼，绝对哦，是你混唔对去的啦。好，姐姐，代志是安尼，拄只。点你，莫甲讲，到咱先来的时阵哦，才好进。小段哈，讲到这狗，我哪有够青面，安尼去啊，我就转行，也无爱甲我讲看到底是啥物人啦，有够无情的有影。好，姐姐，哈，头拄仔伊的面相遐尼歹，啊，你拢袂紧张？哪有啥物通落紧张啦？若讲这只狗讲的话哦，我哪袂听你啦，安啦。那是安尼就好啦。要毋过头拄我是有听人咧骂讲哦，天公伯也无目睭，结果不要啥，雷公就头。真是。好心的啦，你甲我讲，看什么人哦，紧带来找伊啦。要无人若骂天哦，我若无该接我咯，若去玉帝知影哦，我今晚就无透露伊啊啦。拜托，拜托你甲我讲一下。啊，你头拄仔毋是讲你拢袂紧张？莫闹气啦，对啦，会紧张，会紧张啦。紧啦，唔紧带来去。行行。紧招啊！
世界甲抄清气清气哈，绝对免甲咱帮你哦，哈，知无？嘿，当你是咧创啥？你看这班人啊，你欺负查某人甲囡仔，哦，实在有够超过，我甲教是一个哪会用咧？嗨，当你也唔知头唔知尾，也唔知啥是好人啊歹人，你硬当安尼说白白，小等者，加看一看，咱才会做拍算。关键来睇拢无？这无准算。是。关家，安尼你有满意啊？吼？歹势啦，我嘛唔是甘愿要来啊，是恁奶奶的命令呢，我无来甲明一心，哈。是。阿娘，阿娘是安怎对咱遮歹？对嘞，咱哪不爱吵人？你若惊我杀人无要紧，你若得这么侪财产，是安怎？敢若分这支破厝，甲迄个菜园仔互咱，实在有够无良心的啦！不过，咱是要安怎？咱以后是要来过生活才好啦。阿娘。嘛天公无目睭的吼，就是这个查某人。啊，怎么看伊哭甲遐尼可怜？哎，敢袂当原谅伊这边莫甲处罚。人个讲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，今仔日啊，伊就出现在这贪利之地，所以伊才就当面伫咧哭。啊是安怎？你毋着讲来批判者？这要讲落话头，伊若要讲我来对10年前讲起，嘿嘿，赵信，你后教我来去街头街尾，参头参尾来去顺顺的，我才慢慢来讲互你听。啊，不过放伊母囝两个踮遮天天较有敢好啊？喂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啦，喂，等我。 10年前哦，这老员为79岁，虽然头毛喙鬚白，也毋过正讲也阁是一把活龙，好亲像40、50岁人同款呢。啊，你要80岁啊，还阁有法度举石链，吼，实在真勇，真有福气呢。福气是有啦，也毋过哦，若是有一个囝等要继承财产啊，代志哦就无遐尔圆满哦。老万伟，少爷甲3位少奶奶来甲你请安。哦。好。阿爹老早啦。啊，老早。建良啊，你过来破病啊？唉，少年人哦，身体较会晓照顾你啦。哎呦，乔在啦。阿爹啊，我食到要50岁啊，你莫再叫我少年家啊。你敢食到要50啊？啊，若是讲甲恁爸比起来吼，也袂捌袂哩啦。真无路用哦，足罕蛮做人的，无甲这个大巴肚。是讲人生是安尼啦，咱活伫世间，啥物代志拢袂用去强求的啦，尤其是才智修见加难得求啦。啊，有腰带就有腰带，无腰带就无腰带，哪有要紧啊？啊，做人一天活一天，会当轻松会快乐，安尼上要紧，知影吼？怎样啦？阿爹吼讲了对啦。对喏，敢毋对？啊是讲今年收租的时间也到啊，我要准备甲管家出外，大概就差不多1个月才会倒转来。啊，厝内面你就下落好势个。我知影啦，知影吼。哎，管家，啊你准备好未？你准备好啊？安尼好，我来洗一下身躯，好轻松，食好饱，才来出门。是。少奶奶，你有爱啥物物件，我甲你炸的。免遐费气啊。是，少爷你来好保重吼。
恁爸食到比50岁，都叫我少爷少爷，那棺柴都要软要一半，哼！互人安尼叫我是糟糕无面子的。啊，打恁阿爹手头若无放吼，你永远就是少爷啦。你看我遮无啊？我总有一天吼，我。哎呦，阿你是要安怎啦？看到你这款三宝的身体，啊，敢娶甲三个某？哎呦，你唔想看卖？你敢有栽着活比你老爸较久啊？金妹啊，你莫看了无点哦。行啦，做你一世人的少爷啦，莫想遐济啦。啊，佮徛咧遐创啥？去胡威入去啦！王伟啊，我今日就到这边，你是咧烦恼啥？唉，我若想着善良啊，到即摆已经娶3个某啊啦，连生个只家抓都无，我是要到当时才有当抱孙。王伟啊，你身体这么勇，规气你家己娶一个生较紧啦。啊，怎我几岁啊，搁再娶，敢袂互笑？王伟啊，王伟啊，你看，你看，王伟啊，伊就是内有的查某孙啊，叫做春梅啊啦。啊？生得佫袂歹。春梅啊？啊，钱无看尔，遐尼大汉佫遐水啊！王伟啊，你也有介意甲娶转来？这。我这间虽然是旧厝吼，互你甲我管理甲遮尔清气，想遮尔舒适。我每年伫收租，啊虽然是真忝，啊入来甲这间厝内面吼，人规拢轻松起来。多谢你哦。好啊，迄是冤话你唔甘嫌啦。无啦，讲来话，我咧想啦，想讲。无啦，冤话啊！哎，我恳求你，你千万唔通甲阮挂水，啊若无好，阮妈孙咱两个无地通住了。冤话啊，拜托你，拜托你。拜托你。老姐，你起来啦，你起来。你误会啦。对啦。我唔是迄个意思啦。是啦，你莫紧张啦。冤话唔是要赶你出去啦，你放心啦。唔是要赶我出去，安尼我就放心啊啦。老姐啊。冤话想要甲你结一个亲情的啦。啊！冤话要甲我结亲情啊！哎呦，太世间！哎呦，关家啊，啊，这代志你着量早讲，我袂办法答应啊。关家啊！哎呦！规矩啊，坦白甲讲讲。啊！老姐啊，哈，你误会啊！冤话唔是要甲你结亲情，是要甲阿春梅啊结亲情啦。啊，无是要甲阮春梅啊？这是100两的银票，请你收起来。啊，若是少爷要带阮春梅啊做少奶奶吼，我也是有同意啦。也毋过，毋知阮春梅啊肯啊毋肯呢？关家啊，规矩坦白甲讲讲。老姐啊，哈，唔是少爷要娶啦。是冤话要娶。啊！唔是少爷要娶啦，是冤话要娶。啊！冤话你哦？有啦有啦，我甲你讲吼，这。无勉强啦，啊你若无同意嘛，无要紧。哦，不，若是冤话你吼，500两我就同意啦。好，这4就100两的银票吼，啊，请你收起来。500两，拢总是500两吼。500两啦！
啊！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安怎？大人啊！恭喜老爷，恭喜老爷！吼，这个老员外，你要80岁啊，还阁有法度娶到一个18岁幼某，嘿，那实在真福气。啊，福气是有啦，也毋过哦，无亲像你想讲遐尔圆满。新娘啊，恁安尼，紧叫者。安尼啊？哎呦，上细声啦，叫较大声，大家才有听的。新娘啊，既然大家这么欢喜吼，紧叫一个较大声的。是啊。安尼啊？喂。